正如先前 Ivan 所講，由於案件仍然喺調查嘅階段，所以請大家見諒，我今日唔能夠提及有關案件嘅任何細節。不過有一啲大家有興趣知道嘅事，我都仲係可以一提嘅。我面上嘅傷痕係嚟自 ICAC， 面上嘅傷痕係嚟自傳媒界嘅朋友。我戴住口罩，因為去公立醫院嗰度覆診。如果你都遇上咗一啲變化，一啲莫名其妙嘅變化，請你唔好驚，唔好亂，唔好放棄，因為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真不了，假的假不了。請你唔好驚，唔好亂，因為真的假的假的假不了，真的假的假的。請你唔好驚，唔好亂。